后来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少年家耍过头，唔知影分寸。有民众来抛出着影片，是伫个高雄的湖内某一间加水站，有一个男学生把迄个加水枪共含伫个喙内底，一直到这个水溢出来才来停止，而且佫重复来含2摆。一群人伫遐嘻嘻哈哈，佫兼录影，对着镜头来比赞来点播。这个影片是互网友来痛骂，讲除了互人看到会变白之外，即摆佫伫个防疫的期间，即款的行为嘛有可能会来传播着病毒。兄弟，这个查甫学生拿加水站的水枪，插伫个喙内，水灌满了，才佫甲吐出来。兄弟，再喝一口，再喝一口。伊听朋友的建议，佫做一摆，啊，这个朋友伫边仔伫笑尔，伊无感觉讲即款的行为有啥物无妥当。事后因将影片抛上网络，网友骂因讲真正是有够恶质。伫防疫期间，有人讲袂输山沟啉水，真无卫生。没戴口罩就算了，这样还嘴对嘴直接饮用，怕会得到 COVID-19。这个代志发生伫高雄的湖内，这个含水枪的查甫人，互人找到啊，敢若是南部一间护专的男学生。目前学校还伫了解，来到这间加水站，头家对着男同学这款行为真不满。这个他要么就是要求赔偿之外，还要在一个道歉的一个动作，这样子的。另外，卫生局人员嘛到现场将水管拢换掉。目前国内要是2级的警戒，却有人做出这款无卫生的行为，那真正病毒因为安尼传出去，恐惊后果会不堪设想。